今日我也敢真欢喜的是，咱每家迫切的祈祷的操心上，今日来到咱教会。即咱咱来祷，咱来祷是要来读一条歌，唯有主爱充满在我心。这条歌，我想要来大家听的时阵，唔知大家心内有啥物感觉？伫诗篇31篇第3节到第40节来讲，就要靠耶和华来行好，踮伫即个土地，若要用诚实做美丽的，就掠耶和华最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互你。咱咧迫切祈祷是啥物？我才需要用华语再念一次。你们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在你心里所求的都要赐给你。以赛亚书26章第3节来讲，坚信我靠你的，伊要保守伊十分的平安，因为伊我靠你。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我手，唯有主爱充满在我心。当我们全心全力的，不管是我们的喜乐，不管是我们的忧伤，不管是我们身体上面的任何的病痛，当我们依靠主的时候，他要赐我们十分平安。我们一起来听这条歌，来试想里面歌词里面所要传达给我们的。我们开始今天的礼拜。
万国啊，恁着学了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是大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恁着学了耶和华。即时，咱请敬拜团来学了敬拜。第一条是耶稣的名，第二条，然后咱伫基督里，第三条，如鹿切慕溪水。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在神的面前再次的用诗歌来敬拜他，我们带着极大的喜乐，因为在祷告的时候，仇敌就要四散；在赞美的时候，仇敌就要四散；敬拜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就要得到光明；我们举手的时候，神的能力要大大充满我们。没有第四诗歌来敬拜我们。第二首的诗歌，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在主的座前，因为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全人、全心都交给主耶稣基督来掌权。因为我们知道
道神的意念已经高过我们的意念，它也是我们脚前的光。在我们还不确定的时候，我们要有如同孩子般的信心，因为我们所见之事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道路。用这首诗歌，我来到主的座前。我也曾为你荣耀的脸。
所渴慕的，是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愿神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盾牌，使我们能够单单降服于他。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的故来敬拜你。咱三角齐声来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小圣女玛利亚出世，日本九变多年来受苦。定是被死埋葬落母，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感谢全能的上帝大平，伊会对阿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角来交读启应文38篇。我说书予人，我说书讲人甲天才音语，
那么现在我就将最想当起咱的人话。我设书做先知，一边路路标感动的搁设书有招逼的信，到夜来移山。那么现在我就无算做什么。我设书尽所有来顶济，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那么现在就我无因来是到宽容慈悲，因来无花口无偏颇，无惊见效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受气，无去人的爱，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甲欢喜。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暗望，凡事可忍。忍耐永远袂无去，在地境要会无，在天父要发，在万要会因为咱所在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完全的牙口，无完全的就会无。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意见是伊就会无囡仔的事。因为咱今仔对镜咧看，模糊无明。若是到面时，就当好面明。我当所在啊，无完全。到时就知，就是我所在知。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其中最大的是仁爱。咱三甲暗后祈祷。阮是天父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即礼拜来保守甲看顾，也带领阮来圣殿敬拜你。求主你赦免阮即礼拜所做无符合你旨意的罪过，帮助阮有敬请的心，伫日常生活上按照你的教示来行。主啊，全球因气候变迁，因国甲国的征战，人甲人的争利，伫这动荡不安的世代中，阮会使做啥物？求圣灵你引带阮，也互阮更加互主的疼充满伫阮的生活中。主啊，也求你医治身躯有病痛的兄弟，互因的需要伫你的面前得到医治，并安慰因的心灵。也求你的灵甲蔡长老同在，互伊讲出主疼充满的信息。互阮更加亲近你，也祝福你，也祝福所有敬拜你的人，充满主疼。阮安尼祈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信歌队献诗，透早起也好静。待会我们唱完3次，然后间奏完之后，会邀请大家一起唱，然后我们要用欢喜的心来迎接主的收拾，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开口欢喜的来唱。我们的这个事情好像跑到地头上了。感谢主，我们有新的事情。心平安。
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记在伫雅歌书第1章第20至第4节。愿意用伊的喙来浸我，因为你的爱情比酒较好，你的膏油香搁好，你的名亲像倒出来的膏油，所以种查某囡仔拢要疼你。愿你牵我，我就走来对你。王带我入你的房内，阮要因为你来欢喜快乐。阮也要纪念你的爱情，赢过好酒，因疼你是应该的。以上，咱请蔡长老。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的在你的面前一起敬拜你。求主你帮助我们，照顾我们，求安静我们的心，让身心灵创伤的主你的手抚摸着他们。做分别帮咱照顾遐个身躯病痛的人，心灵创伤的人，主拢安慰帮助因。我真欢喜看伫条景遐伫阮的面前，三甲一只做伙敬拜主，主求你接纳伊，所以治疗过程主你家三甲记底，
充满着信心，充满着愿望，充满着助力，完全以你做阮的万全想事，照顾每一个到伫你的面前的人。而且，我们细意，阮也要安静听你的声音，做阮的甘乐，安尼祈祷，奉这所记的圣名来求。阿门。亲爱兄弟姐妹，这祷告要声音小一点哦，对不对？好，OK。好。所以刚才祷告你没听到，你就听一百就好。好，现在我这里把麦克风打开了。好，很高兴看到各位，请各位心里先准备一下，更祝福的心情，好不好？真的祝福人，跟各位你左右朋友讲平安，平安，祝福祝福的平安，这是祝福的平安。啊，今天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李家达看到条片兄，因为从他在北医的加护病房，我们就9点开始迫切祷告。我们相信上帝会在他身上成就大事，成就他的大能，要信心。我相信我们身上很多人真这样辛苦辛苦给你，我相信很多人心里痛苦，总是上帝给三个地点。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神的爱情，神的爱情。记得上礼拜我们到苗栗，对不对？其中我们有看到一对的恋人，吴永芳先生跟朱老师2个人走路都手牵着手，很美，没什么了不起。我跟我太太都抱着。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刚才有个小姑娘帮我太太绑辫子，你自己看看我太太绑辫子漂不漂亮？漂不漂亮？漂亮。你没看到的都讲，你要看一下才讲。有在看啊？有在看，在看。我们今天在讲上帝的情书，我们有时候都很严肃的在讲到，我们都讲到要讲怎么样？其实整本圣经讲的是什么？是爱，讲是爱情。讲到爱情好像很粗俗，不应该讲爱。爱是这些最美的东西耶。周杰伦演唱会里面有好几首歌都是爱。我问我的女儿，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周杰伦？咬字不清楚，是不是因为他咬字不清楚，你们很喜欢他？第一首是唱给我听的，放给我听，我听了老半天，我问他说他在唱什么？牛仔很忙哦。他说你不觉得好听吗？奇怪嘞，我们的练习练有差这么多。这人听见，这里有韵味。尤其他那个作曲给吴宗宪唱的那个屋顶，看完之后，我真的跟我太太很想回到我们家昨天住在屋顶哦，台北的屋顶，很美啊。礼拜5我到台北去巡查，那个蒋万市长跟3个副市长来陪我，那时候我很想去看大巨蛋，所以我去参访一下大巨蛋，他们逃生路线等等的。我就说，周杰伦票卖得很好。我一想不想来听，我们有保留一个贵宾席。我说拜托，我所有的演唱给我的贵宾席我从来不会用，因为我都会自己去买。你现在看你坐在那里，报纸就把你登出来特权。我们不要特权，在台湾什么每个人都一样，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跟神写情书，我们也可以跟人写情书。雅各书很少人在讲雅各书，为什么？这个好像是在谈情说爱吧。雅各书很美，讲到人与人之间的爱情，讲到人与神之间的爱情。周深，各位有空的话上 YouTube 去看，男生女唱，非常的美，声音好柔美。他其中那个《夜秋词》里面，他特别，我们经常在讲问世间前世何物，真直教生死相许。我们都讲说，问世间前世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是高2谈恋爱。在做记住哈，高2就可以谈恋爱了。高2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背了很多的唐诗宋词，因为要写情书嘛。现在很少人在写情书了啦。
我们以前在马祖当兵20天才一班船，一定要写1本情书。我们以前没有叫做1封情书的是1本情书。那其实我很喜欢这一句啊：金鹰有语妙万里成云，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很美吗？反正就很美。世界上的东西，情就是很美。从古今中外，我们所看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外，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特洛伊屠城为了一个海伦，为了一个女人，特洛伊屠城，我们所看到的是为了那个乔治国王不爱江山爱美人，他里面放弃国王的位置。江山美人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环美调的歌曲。中国更不用讲，我们在台湾讲的爱情故事更是多，在里面各位里面也发生了很多的爱情故事。劳弟兄有没有？你有没有爱情故事？其实那个爱情故事最美的是陈先生。那时候我就听那个谢长老今天早上就特别在讲，他到那边去，附近的邻居所有的人都说陈先生跟他太太非常的好，做人非常的成功。下面他们有一栋房子是3G的产品，听说当初卖的时候是几乎掏尽他的家产，每天拼命打工，还好保存那栋房子下来。但是那是很美的爱情故事。我们所看到的爱情，不是你年轻的时候才有爱情，而是你能不能长长久久。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上帝的爱情。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的爱情可以让它持久呢？这个大家知道吗？知道吗？梁山伯与祝英台，联播跟乐蒂演的，知道吗？你怎么可能知道？知道都已经70岁以上了。民国52年的电影，你怎么会知道？当时我11岁，我爸爸本来要死，没有死掉。我妈妈很高兴。其实我妈从来不看电影，唯一的一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唯一的一次就对了，就带我到嘉义庆之基续宴。我说妈妈做什么？我带你去看电影。哦，开玩笑，我们父子去看电影不得了，庆中戏院排好长，看那个联播乐蒂，然后之后开始他们开始有那个radio哦，那个收音机开始每天放梁山伯与祝英台，吴永芳先生听过嘛？对不对？黄梅调哦，那时候就开始轰动哦。其实我都会唱哎，原声含笑刚开始出来，然后那开始要求他的片你要东海龙王叫，然后最悲惨是那个枯木哦。哭一出来，银太阳，全部的人，那时候整个戏院哦，真的让我去听了，那个真的从来没有看过那个情景，不但满的，开始只要那个梁山伯联播演的梁山伯一出来，哇，真的就一直拍手。我都不知道你们演什么，就一直在拍手啊，因为我还11岁而已，一直拍手哇，出来，正常，然后开始哭，大家就一直，都是鼻涕的声音，都是擤鼻涕的声音。我看我妈是很坚强的，我妈就是我爸爸快死掉的时候，在那边跪着祷告哭过，所以我几乎没有看过我妈妈哭，可是我就转过去看，我妈妈眼眶泛泪，然后等电影放完。灯一亮，大家没有走呢，因为都在擦眼泪，赶快擦干净一点，出来不要被人看到。然后出来还在那边特地看那个以前不是用印的，以前用画的，哇，就在那边看。以前也没有像我们现在手机一下就拍，没有在那边看。然后就听到，你看几次？我才看第6次，我已经看10次了，我已经看11次了，每天都要来哭一场。感觉就很美，然后联播来，在松山机场出不来，以前是只有松山机场嘛，出不来，为什么？都被挡住了，眼迷就挡住，最后就看到一辆检车，就把检车找来开道，所以才知道检车里面又坐2个人，当时窃盗犯被抓到，那个警察刚看到，就那个联播就坐在里面就在开道，第2天游街，万人空巷，不得了，那一届的金马奖20特色一个叫特别奖，
因为他是女扮男装嘛，所以也是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都不知道，所以就干脆颁一个最佳特别奖。黄梅调开始很盛行，为什么盛行？如果烟台没有死掉，今天这个故事这样就结束了。就是死掉没有，就是很凄美的，大家都很喜欢那个凄美的爱情，就像那个《红楼梦》里面的林黛葬花，那个花落下来，他就用一个土把它再包着，好美哦。我们好久好像有手机之后，我发现人与人之间这个美感已经慢慢在消退。你看两个情人坐在一起，不是谈情说爱呢，是两个背对背的在打手机。你好吗？我很好。我们中午吃什么？我们去吃麻辣烫。这个怎么叫爱情？想当初我们去天长地久，我没牵过我太太的手，在天长地久桥，还好是吊桥，我就不摇一摇，那不牵我的手，那个才是感觉上才是美的。我们多久忘记爱情？人世间的爱情，当然会变质。所以雅各书里面跟我们讲什么？我们要陶醉在主爱中啊。前面第一节没有啊，雅各书第1章第1节没有，只有讲新娘。第2节开始讲的话，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但是对我来讲，我不喝酒的人，可是大家品酒啊，酒厅中也有很贵的。我到一个人家里啊，他还借我看那个酒窖，跟我讲一个是82人打贝，他说那一瓶啊是拍价来的。当时他拍价才20万，20万，哎，现在300万了。我说那喝这个酒做什么？300万你就说难听点，你给我买最好吃的水果，那个日本的麝香葡萄才现在已经500多块就买得到，为什么买那要吃几百万的酒，喝的有没有感觉呢？说真的，你给我喝200万跟200块，对我都一模一样。那下面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告诉我们最终是爱情，不是因为看到了才相信。所以人家说爱情是盲目的，还用爱情参戏。爱情是盲目，有时候你觉得，哎，这两个人怎么可能在一起？就是爱嘛。你为什么爱他？就是爱嘛。爱有理由吗？讲得出来吗？人均你们去研究有没有？应该人香，你们在瑞典研究有没有特别研究爱？为什么有爱？是加什么色素吗？人香是什么色素？有因素吗？科学家研究不出来啊。爱的东西本身研究不出来。上帝爱我们，你研究得出来吗？我们要体会，而不是研究。爱一个人不是用研究的。我为什么爱你？因为你很漂亮，你头发很长，有些人长发飘逸，这样吹起来，所以我们爱你。那万一他剪短发，那万一他老了，爱没有理由。爱本身是相信，我在相信我的爱情，然后你再因为相信，你才会看到那个真正的爱。你先相信他，所以我们的相信里面，泰戈尔《飘鸟集》，我在中学的时候，为了写前书，我泰戈尔《飘鸟集》，那托尔斯泰的诗集、唐诗、宋词，我看了好多，《罗密欧朱丽叶》那个外国的那个文学小说，我看了一大堆，所以我的联考成绩为什么不好？也不能怪我，因为我都在背这个。所以相对的，我们所看的《飘鸟集》里面，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你不觉得说想一想，很短的词句里面，这就是爱。我们在圣经里面，你说雅各书里面为什么写的这么露骨？其实也要告诉我们，人不能没有爱，不能只有谈信仰。我很相信上帝，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其实那个都是包含在爱。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最主要是什么？我们要爱，我们用爱相聚在这里。所以我们说，生如夏花之绚烂，始秋叶之静美。秋天到了嘛？我不晓得，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枫叶哦。我在基隆还有枫叶，我太太还会去捡枫叶，捡枫叶来麻烦她拍一个心情。哎呀，走过去心里就很舒服。枫叶，你看它整排的枫叶很美，所以始秋叶是静美。
那是很美的东西耶。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怕死，而是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每个人在这里，我们要互相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很美，你的爱有不同性质的爱，就像那个路易斯有讲4种的爱，我们有个爱，男女之间的爱，我们对上帝的爱，尤其我们对上帝来说阿嘎给的爱，相对的爱都是很美。就像我们每个礼拜在这里，我们所看到，哎，今天看到曹弟兄来，我们很高兴；哎，看到有欢兄来，哎，我们也很高兴；哎，看到燕子姐来，哎，我们很高兴；我们看到很多来，我们都很高兴；哎，我们又看到然后弟兄的整个下面就来，那就是觉得那是一种爱，我们是以爱相遇在一起。所以耶稣对多马说什么？你们一看到才相信，那些没有看到才相信的人，真的是蒙福。我们对上帝的爱，我说上帝我没有看到你，上帝有看到才有爱，对不对？吴长老，他上个礼拜跟我讲说，我每次讲到都没有对着他讲，我对他讲，对不对，吴长老？对不对？我开玩笑，这个想一想啊，你看他对我们明真姐那种哦，如果那不叫爱，那叫什么？那个还会帮他拿那个套子，哎。想一想，他藏在他们家看到，哎，这里藏起来，很美。这个没什么好那个，我们就是爱嘛，我就爱我的弟兄姐妹嘛。我们为我们自己在受苦的时候，心里就难过。所以这首歌我们再来看一次，第2节开始来，一起来。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他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快跑跟随你，爱是快跑的跟随。那么然而是一本节奏，因为下个礼拜我们又要参加一场婚礼。也要参加嘛，哈，应该也会去，他们都会去参加婚礼。那丰富一群美妙的婚礼，尤其在婚礼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那是什么？像金色山脉。金色山脉记得一句话哦，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皆不同。我好有学问哦，听得懂吗？横看成岭，也就是说我们要横的怀哈，看哦，看的山峰哈。看的山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远的啦，近的高低皆不同，那就是爱。爱不是超乎你的想象，有一定的 SOP 啊，没有一定的 SOP， 但是男女人之间的爱会不会变质？会。当你讲话很残忍，人是这样，本来就会变质啊。我们利率也很高啊，可是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我们要跟神的爱要升华，我们要相信我们跟上帝是在谈恋爱。我讲这好像很粗鲁很重啊，没有肉嘛。我们要相信我们对上帝的爱，那上帝跟我们会有爱。十字架的宝血让我们跟上帝可以再合更合啊，我们跟上帝可以谈恋爱，所以上帝会写钱书给你。问题是你收不收？现在只玩着手机，上帝会写钱书给你，你收不收？而且那种爱是越陈越香。你听说酒是越放地久越香哦，可能还有保存很好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不喝酒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亲密的关系，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可能我可能要把它放白，结果错了。也就是说，创世纪第2章第7节怎么讲？上帝造人，对着他鼻孔吹一口气，让我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那么当初我们刚才在那个雅各书第1章第2节说到，他有口对口亲嘴，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口对口，那上帝有灵的活人，上帝对我们吹着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相对的，我们这口气就是上帝也跟我们在亲嘴啊。这相对的一样，我们也知道那个亲嘴给我们的，对不起，抱歉，这个今天可能是那个
那个做的关系电脑关系，从主外开始啊，你没有用那个，你可能是直接用到所以全部都黑的，那个抠哦，可能要抠那个用那个全部的版本抠，哎，但是我们相对整个的爱情里面，我们跟上帝的爱，其实那个是很美的一件东西。那相对的，我们看到什么？好，就这里，你看到我们跟上帝学越在用口亲嘴啊，代表生命的气息进入呀。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主的灵，有上帝的气息，所以亲嘴哈、哦，不见得是爱哦，亲嘴是温安哦。古代的礼仪有没有看到有外国人都会亲嘴，而我们这里不能亲嘴嘿，亲嘴会性骚扰嘿，所以我们这里是握手而已。他有亲嘴是出卖耶稣呢，又在跟耶稣亲嘴做什么？出卖他哎。可是真的男女在一起的亲嘴，那是很美。哎，好肮脏，没有肮脏啊，男女亲嘴就是很美的。所以相对的，我们跟神的表示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为什么？这是因为这是我们向主求爱的一个祷告。我们因为他认识主的爱比一切都更美。今天哦，很特别哦，因为曹振轩来，你知道失亲的是谁？拉小提琴的是谁？知道吗？就他的2个女儿呢。他知道他来这边2个女儿特别来拉小提琴弹琴给他爸爸听呢，所以你要信心呢，上帝跟你同在。所以现在那是很美的东西。我们不但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从主要要从哪？我们要连面更加的复兴的。所以要第二，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如果会喝酒的人听到这句话，一定不会吧？喝酒比较美吧？没有，爱情真的比酒更美。越嚼越香的酒，再怎么样都比酒更美。但是哦，主也是告诉我们哦，不要醉酒哈、喝酒。所以甚至保罗跟他的学生提摩太，他的儿子信仰的儿子提摩太说：“你胃不好哦，要喝点酒。”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真的是家乐福买了一瓶196块的葡萄酒回来，每天晚上喝1口。我太太最后才知道说，那不是真的葡萄酒，那是那个酒精加葡萄汁进去的酒，196块，所以对身体其实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也会变得有也比没有喝的。但不管怎么说，所以说叫我们说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你们彼此相爱，众人会因为你们的彼此相爱而知道你是我的学生。什么叫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就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我们教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老的、有少的，有个性不一样，个性比较强烈，个性比较急躁，个性比较温柔，个性比较温和，有比较会讲话，我比较不想讲话，有的甚至我们教会有社恐。社恐在以前不知道有社恐，现在社恐非常的流行。社交恐惧没有，我每次叫我们家小儿子看到人要跟阿伯啊、阿毛，他都不要。我女儿就说，因为他有社恐，5岁就有社恐。不管怎么说，我们这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各位想想看，这2个人有没有一样？马铃薯跟番茄能不能在一起？能不能在一起？对呀，能不能在一起？马铃薯可以做薯条啊，番茄可以做那个番茄酱啊，所以你跟麦当劳就把他们2个合在一起的嘛。2个人谁都跟谁就可以合在一起，这个本来爱就是不同样，再来爱更重要是要有基督馨香之气。什么叫基督馨香之气呢？对吧？第3节告诉我们，你的膏油馨香，你的棉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同你都爱你嘛，如同倒出来的香膏，爱要倒出来。然后我爱我也爱我的弟兄姐妹，我爱，为什么你不倒出来？为什么你不真的把它走出来？所以教会是我们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的所组织的 colony 是个团体啊。所以我们要有主拣选的人，所以我们要基督徒的馨香之气。那什么叫基督徒的馨香之气？那我们圣经里面有看到连续三个时期，有3个女孩子为主耶稣基督把那个很珍贵的拿达的玉盘搭在胸前打破，
敲他的头，洗他的脚，用头啊擦他的脚，为他死亡做预备，欢迎他做预备。这个倒出来，他才会有馨香之气呀、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提到那哥林多后书第2章15节，有的人就不懂，他就会问，他怎么写到我们无论得救的人的身上，或者没完人的身上，我们都要有基督徒的馨香之气。他怎么对得救人身上有馨香之气，对没完人的身上怎么会有馨香之气呢？其实这在告诉我们，我们对人，比如说，哎，那你是我教会的朋友，我对你特别好。那你不是我教会的朋友，我就不理你了。你不会得救，我根本不理你。因为以后我们在天堂是在一起，你不会跟我在一起。我们基督徒的馨香之气是希望我们要随时随地都显出基督徒应有的美好见证。那见证是我跟你讲话才叫见证，不见得哦，行为也是见证。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行为，要让我们知道是基督徒的那个馨香之气，那个馨香之气是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知道，实在的福音让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座的可能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家人跟你讲，爸爸妈妈，你不要跟我在一起呀、我可能不在，我可能还在，可是我们在这边有一天我们会同在一起，那不是很美好吗？你希望你的儿女每天都在外面，那如果说没有，他跟我每天都有电话联络，我都会写他没有错，可是他回来你高兴不高兴？还是很高兴。能够找到给他你看女儿一回家，能够找的东西尽量找出来，全部给他塞回去，塞一大堆，好像他会饿死一样。可是那就是爱嘛。可能拿了一大堆的那个花生去乡下来堆花生，拿一大堆土豆，可是那就是爱啊。那个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要在主的面前要付出的分享自己，所以主耶稣特别讲啊，跟他打破玉盘的妇女，他特别讲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纪念他。主耶稣特别说你要把它写下来纪念这件事情呢，他特别写下来纪念这件事情。所以昨天我觉得蛮遗憾的，因为我一直想去千梅姐，看千梅姐，因为她是我们的人。看她，因为那天她来受洗，我就觉得真的很像我妈妈，好很美哈、脸看起来就是很柔和。昨天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其实我们月老的时间好像被绑住，我现在被我家小儿子绑住，而且我的先生也绑住。就像我跟蒋万安讲说，哎，谢谢你哦，我来台北7年，终于领到老人年金。蒋万安说，哎，你可以领老人年金哦。我说我不行，我说不能领老人年金。哇，不管真假的，见到这句话我很高兴的哦。但不管怎么说，你看好美。我们千梅姐那里去，那个郑国文长老，我们几个长老啦，那个陈国宇长老，那个陈惠美长老，那个叶长老，整个，你去看他们，很美，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文兄、文长老就发一些文章，你看我们千梅姐家，然后老弟兄们都好好的招待啊，是吧？我现在很高兴，各位你们去看到他们家特别后面，如果你去看那后面墙壁有一只十字架。那个房子看起来就是很亮，千梅姐看起来就是笑笑的脸。我们有看到那个王执事的家，我们有看到我们几个朋友，我们也有看到姚长老。那为什么我把2个图片合出来？因为你不同人照相，一个是严长老照相，一个是郑长老照相，所以2个人不同。对，出来。这就是你们会其实礼拜6的时间去看，有到中立耶，到三重哎。到林口那个路都很远那个车子一辆车都很远，那是为什么？为了爱。你说没有啊，不是爱他，我是朋友，不是为了爱。你朋友不见得不能去看，但是为了爱，他们去看。所以香膏要倒出来，如果没有发出香气，那就是不香。现在香膏一定要倒出来，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要付出，我们要见证，我们要让主的爱彰显出来，让这馨香之气全部都彰显出来。所以很重要的，这个诗句，我一直非常喜欢这个金句。我们一边念一次，一边念的时候，我们一边讲，好不好？
就是在他们中，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王道。浩瀚本地修持，到这一点哦，因为所赐给我们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上帝的爱浇灌在你心里，那就是真正的爱情呢。为什么你不接受呢？他爱真的会浇灌在你心里，你去体会看看。当你很痛苦，你生病也好，心情不好也好，遭受挫折也好，你痛苦的时候，你要体会上帝的爱会在你心里。我念书念得老半天，怎么都考不好？你是祷告，上爱会在你的心里浇灌在你，不要紧张，我会给你得到最好的。我这辈子的成绩都不好，考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蒙上的。中兴大学那时候法律系成绩不高嘛，你不要以为我们法律系成绩现在是最高的，那时候中兴大学法律系成绩根本不高，最高的是企管系，所以我是蒙上的。那么这一辈子都在教会，没有人知道我在考试。我考试考上的时候，大家吓一跳啊，你怎么会考上？我就是考试，因为我是祷告上帝开我的头脑。可是我会认真念书，我大家就知道，我经常念书到1、2点，我也曾经念书到3、4点，第二天还要骑摩托车去上班，去土地上上班。但相对的，我是1年就考上，而且毕业的时候，上帝也祝福我，没有人跟我抢，所以就前面就没有人，跟我抢，所以我就直接去马祖当厅长，也不必后悔，所以我没觉得后悔。就是这样一路上，不管是批判，不管怎么样，不管做了多少的服事，上帝都跟我们永远在一起。所以，在我们在雅各书第1章第12节到10节跟我讲说，我的拿达香发出的香味，因为它带着1束的没药，拿达香油其实是没药所煮的，没药非常的香。所以我们永远要那个香气，永远把它凸显出来。所以我们永远要做的是什么？让它香气永远都出来。我们做基督徒的人要爱主，要真的爱主，要用你的心跟上帝结连在一起，跟你这会啊，那种爱永远，人家看到你就是个基督徒，就心相知心。我们说3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基督也一样啊。你如果真的没有从心里去爱人，你会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假假的，跟看起来不好。所以我当法官，我自己也很学，因为法官的人都是，你法官开庭也不能笑，我就觉得好痛苦。每次我一笑，他们就觉得很奸诈，要犯什么重罪。哦，就是这些，那你要板着人，你看，法官就是一个板着人，每天都训练的人一定要板着。相对的，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爱要藏在我们的怀中。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就做个结束。能哭也是一种幸福，这就是爱。妈妈年纪很大，不能流眼泪，干眼症很严重，睡也睡不好，每天眼睛看也看不好，去给医生看，医生说没办法，要点眼药，要给你给2种眼药，怎么办？爸爸妈妈不在，有一个小孙女跟他一起同住，还有阿公妈妈，阿公跟他妈，2个年纪也都大了，都80几岁。突然有一天，阿公生病了，送医院了。阿妈赶紧就阿公又生病了，所以这个变得很紧张，把他亲戚都找过来。结果阿妈生病，就起来了。他说：“我肝炎症好了，因为阿公有一天晚上看到阿妈在睡觉，有药学者每个小时点1次，1点钟来点1摆，2瓶各不同，1点钟点这个，后点钟点这瓶，这1小时点，这1小时点，他又怕吵到阿妈，所以这阿公是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哦，要设定闹钟，跟他分房睡，闹钟一响就起来偷偷看阿妈在睡觉。”多点眼药，
第2小时，然后早上起来又装着没事，拿着网球拍出去打网球。所以阿嬤也不觉得他是跟他偷点饮料，只觉得我怎么明天越来越好的感觉，越来越舒服。有一天可能开眼睛开得大一点，阿嬤醒过来，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睡觉？医生说1个小时点1次，所以原来每天晚上我的药变成这么少，都是你帮我点的哦。看到你很难过，看到你肝炎之后，真的很难过，所以每小时我就帮你点1次。我一听，开始流眼泪，眼泪一直流下来。你要睡觉，你身体也不好。那你点，我说你白天得睡觉，我怕你知道我帮你都点，所以我早上我就拿着3个球拍去球场打瞌睡。这个就是爱。你去看医生，医生说，怎么会好？你怎么会掉眼泪出来？阿嬤一直掉眼泪，因为阿公晚上跟他偷点饮料。这就是爱，做对方不知道的事情，付出不必求对方知道。有一首歌叫《彩虹下的约定》，那个就是彩虹当初挪亚，上帝毁灭人类只有挪亚了。挪亚下来之后，上帝出现了一道彩虹，说我跟你约定，我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但是其实上帝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讲而已：你们作恶，我们不是不会惩罚，但是我会让你自己改过，我会差遣我的独生子为你们而牺牲。可是前提是什么？你们要悔改，要得救。有一天我会来做审判。这彩虹下的约定，这个歌词我们先看1次。然后我空虚的心灵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们的爱就是这样，我们跟上帝有约定。你跟上帝约定，你要爱上帝，为了爱上帝，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了彼此相爱，你们要把福音传扬出去，你们要将你们的爱贡献出来。有没有做到？我们要做。我不断的讲不忠，你可以连接，因为主你为我摆设了生命的圣宴。来，我们先敬拜一次。我们坐着唱就好，会唱的唱，会唱出一边唱歌词。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主你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我不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
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美长，坚固不变。我要祷告，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亲爱的主，我们跟你有约，你永远爱着我们，我们也永远爱着你。当我们生病，当我们痛苦，当我们患难，当我们挫折，主你都在看守保护着我们，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身上，保守我们，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的祷告，求主你悦纳，让主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心，让我们学习主的样式，让我们将主的爱浇灌在每一个人的心。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你的约定永永远远就是这么美丽的约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咱闭安心来奉献。请起立，三角来念奉献圣诗382首第4章。咱继续来吟上吟389首，全年为你。吟诗后，咱请蔡长老为咱祝祷。愿你们的一生一世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慈爱跟随着你们。愿你们所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跟你们同在。不论你伫病痛、伫患难、伫挫折、伫当着任何的事项，上帝拢今日三甲彼底。愿主后所给的恩典，特别上帝疼
通圣神的相通，叫你三甲彼得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煞。阿门。阿门。报告，后礼拜有厨房的同工，请准备收。奉献若有平台吼，较甲会计订正。消息报告，本日礼拜后有小组的分享，今仔要分享的是耶利米书29章啊35章。今仔礼拜后有举行9月到10月的庆生，请蔡长老为受请祝福祝祷。本会伫12月7号拜六下昼要举办圣诞的市集活动，邀请大家伫今仔日前，将厝里有用袂着的好物摕到迄个市集来义卖，目前的资讯请参考公布栏。本日12月27，夫妇女团契今仔日有感恩的茶会，甲要会长的改选，请客友踊跃参加。中秋会伫本周11月2号上午9点到9点半，伫4楼要召开年度的中级甲各团契的同工研讨会，请身负任的同工出席。11月的中节10月的中节是干长老甲吴世军执事。11月阮的主理老师秀君、玉芳甲叶心怡。本周新安宫读经的进度，耶利米书36章甲42章。集体交通甲内岛的事项，咱为身体欠安的兄弟甲照顾因的亲人内岛，恳求主同在夫妻行过艰难的时刻。咱为着林营主李树斌、张武元、李维硕、李树伟、李慧芬、甲李正成、侯雪珠、李建军、温慧玲、李云琪、李明秀、李练宁的新营内岛，咱请叶长老来讲解今仔日小组要分享的经文。新年最平安。阮今日拜读的是29章到35章29章在讲的，就是讲，伊讲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其实这个其实他是怎样？他是寄信给那个被掳去的，因为第二次被掳的时候，总共被掳了3023年。被掳在那个时候，以西结被掳当中，以西结，那个时候耶雅敬王的时候被掳，被掳去的时候，所以那个耶利米就写信给他们，说你们被掳的这一些人呢，你们要忍耐安居啊，在被掳的地方忍耐安居，再来你们要为那个城求平安，被掳去还要为那个城求平安再来谨防诱惑了，那个假先知会讲说你们有平安，其实到那一边才有平安，留在耶路撒冷的没有平安。结果他这样讲的时候，当然留在耶路撒冷的非常不高兴。他说去的人那边有平安，没有被掳的没有平安，没有平安还到哪一种情况呢？那种情况就是说瘟疫刀剑必临到你们，没有被瘟疫刀剑所杀的，必会被抛在万国之中。那你说讲这样的时候，当然会被抓去关了。
所以他就被抓去关，啊，所以后来耶利米这样讲的时候，那一些没有被掳，后来真的没有过几年以后，就整个国家都灭亡。这一次巴比伦来了，约西亚王的时候，巴比伦来的时候，就把全部的人全部都杀了，只有一些跑到山里面去，跑到埃及去了，没有被杀。其他都被抓去当奴隶，就真的被抛在万古之中。这是29章哈，再来30章到33章特别讲到，就是说幕后有指望，就是有一个公义的苗裔，他特别讲到哈，这个是你们如果说被抓了，虽然以后会被抓，国家会灭亡，但是神会把你们召集回来。召集回来会怎么样呢？他说耶路撒冷会成为公义之城，而且耶路撒冷会像以前一样有很多人居住。再来他的田野会出产的那个果实会非常多。祭司仍然在那边敬拜，有一位公义的苗裔，他就特别这样讲到这样。他说祭司呢，祭司因为出产的那个牛羊很多了，所以祭司在祭祀的时候都不会切这些牛羊。百姓呢，百姓得恩惠而满足了，他就特别讲到这些。他还特别讲到说，有一个新的灵以西结讲新的灵，耶利米也讲，耶利米说旧的约已经除掉了，旧的约是刻在石板上，就是摩西给的那个石板十诫，新的约是刻在你的心板上。新的约其实到最后就是耶稣来了以后，就用他的宝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这个新约是刻在心板上的。所以刚刚在唱那个彩虹之约，不是彩虹之约，是耶稣基督的那个新约那个新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里他有讲到说，我从古时我用我永远的爱爱你，所以你虽然被抓，我还是会把你带回来，因为我用永远的爱爱你。永远的爱，在何西阿书怎么讲呢？何西阿书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着你，会把你牵引回来，慈神爱手。耶利米说，我永远的爱你。再来，他说还有一件新事一件新事，我们知道以赛亚书说一件新事是什么？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为什么旷野要开道路，沙漠要开江河？因为你要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你要走过旷野，走过沙漠。那个时候没有人带领的时候怎么办？上帝亲自带领。上帝说他在旷野会开道路，在沙漠会开江河。这一次呢，在耶利米他讲什么？他讲说有一件新事是什么？是女子会护卫男子，女人会护卫男人。这我查的时候真的很奇怪讲的都不一样，所有的解经都不一样。其实他前面有一句话说拉结不再哭泣。拉结我们知道是便雅悯跟约瑟的母亲嘛。因为便雅悯跟约瑟这两个，犹大跟以色列都被抓了嘛。抓的时候我们知道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伯利恒。伯利恒就是拉结的国度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说拉结不再哭泣了，因为神把他们带回来。所以有一件新事是什么？女子护卫男子。他们讲说女子就是以色列护卫护卫其实围绕。为什么？他们回来以后就会重新再敬拜神了，不会再离弃神，不会再去拜偶像。他特别这样讲，说有一件新事。后来公义的苗裔就来，我们知道到新约的时候，到耶稣来的时候，真的是公义的苗裔。那一些新约就过完地了，那个是永恒之约。那一个约是不会废弃的。他说怎么讲呢？他说太阳怎么出来，月亮怎么出来？太阳跟月亮永远不会违背这个约。为什么不会？那神跟他讲说，你一定按照这样运行，他就按照这样运行，不会违背这个约。他说以后呢，立了新约以后，我也不会违背这个约，我一定会拯救你们到底。所以我们知道，后来耶稣来了，就讲到永远的盼望，就是天上的家，那个才是永远的盼望。所以回到以色列，不是只有回到以色列我们是回到天上的家。这是新约所在强调，耶稣所讲的天国的福音。我们知道，从但以理，从耶利米，
从何西阿他们一直在讲这些，到新约的时候有弥赛亚来，其实我们现在就见证这个。好，谢谢。今仔日礼拜到这，列岛请圣歌队唱祝歌。会后请9月、10月生日的兄弟姊妹，来到台前领生日礼物，搁请蔡长老为因祝祷。咱即摆来庆祝会好无？来，9月加10月。9月、10月寿星，请9月、10月来寿星，开讲起来，咱每年哦，咱活是有新的歌哦，叫少年人为咧唱生日快乐啊吼，唱歌手啊吼，咱再来话，像9月、10月人请几家来？哦，这个国文是长老， 9月、10月林国鼎、林执事，哎，还有林佑宇，还有蔡庆怡、王文章、梅丽姐，来，还有蔡玲、毛秀君、孙辉，还有许佩如、严忠、严长老、洪文龙。我们先唱2次就好，唱2次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快乐来。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些人都是9月份跟10月份的生日，9月份跟10月份特别好，所以生出来的人你看都特别的男的帅，女的美啊，所以9月份是上帝特别祝福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一起来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个非常美好的日子，让9月份、10月份你诞生了他们，让他们有你所退出的灵气。求主你保守他们以后的日子，每一个脚步都有主你跟他们同在。无论遇到他们任何的险阻、困难，遇到任何的挫折，主永远跟他们同在，替他们解决。生病的时候安慰着他们，抚摸着他们，医治着他们。他们心灵创伤的时候，如你的手深入他们的心中，让他们永远得到平安喜乐。求主你照顾他们以后的每一个日子，以后的每一个脚步，以后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主你的恩典满溢在他们身上。你借着圣灵将上帝您的爱浇灌在他们身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让他们得到救赎。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来，我们来照一下好不好？
来照相，来，大家照相，来，看来。我特别小可对他们这样啊。来，赶紧姐，叫较水的哦，看修图，要无这是不要紧，记落去。1、2、3，好，很好。名字回来。哎，我们有一个流浪在外很久的，所以一年那个叫马萨尔群岛，在那边做国民外交，在那边流浪1年，听说吃东西也吃得不太好，但是他吃很多了哈。然后他终于流浪回来了啊！我们特别高兴。那改天我们找个时间来帮我们分享一下马绍尔的那些情形，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大概去推动整个足球外交，好不好？因为今天时间关系不够了，我们就下次再分享。我有个礼物想要送给教授。哦，我们没有给人家礼物，他们要送给我们礼物嘞，这个好像有点，对，来，帮我们照个相来照个相来。这个是他们当地的。来，你来，来，你过来，然后，我先稍微，我先稍微说一下，就是这个是雅贵，是他们的爱或是美好的意思。哦。然后这个这个是他们上帝的意思。哦，你好，上帝。啊，这是花，这是花。好，来，好了，1、2、3，OK。谢谢，下次有时间再跟你来多讲一些马绍尔哦。刚才我看了老半天，我说有点像，可是又因为我没有戴眼镜，我认不出来。来，我们现在交易我们再练一下。好，加平安嘞。来，太好了。谢谢。我刚刚叫你嘞，好，下次讲。好，好，好。